你好，好多人咧都問我咧，想做自媒體咧，但係又驚揾唔到錢，又唔知從何入手咁。而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喺自媒體裏邊究竟點樣賺錢啦。Hi，我係 Samuel 啊。好，咁其實咧喺自媒體裏邊咧賺錢咁講緊好主要都係 YouTube 啦。基本上 YouTube 嘅平台咧分錢，呢個基本上係啲新手入門都比較理想啲嘅。要符合個條件咧有3步嘅。第一，要符合嘅條件，第一樣 YouTube 咧要有1000個人訂閱啦，或以上訂閱啦，同埋過去12個月裏邊咧，大家睇你嘅片咧總時間係大約4000小時嘅。喺 YouTube Studio 裏邊嘅頁面咧就會睇到個進度噶啦。嗱，跟住咧就係申請嘅步驟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要先開個 Google Adsense 嘅戶口啦，專門收廣告費嘅工具嚟嘅。咁喺綁緊你嘅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，就交去申請啦。咁 YouTube 合作計劃裏邊咧，通常大約係會等5至7個日嘅工作天嘅，5至7個工作天咧就會有回音噶啦。咁第三啦，咁點樣賺錢咧？就按每一次嘅播放量咁去計啊，每1000個播放量咁去計。香港呢邊生活啦、美食啦，或者係賺錢比較多少少嘅。咁講時事咧就會少啲嘅。咁有個實例俾大家知道下，有個叫 Amy Wong 啦，咁啊健身類型嘅，咁其實好多人訂閱嘅，咁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噶啦。咁佢點做咧？咁佢每個月咧拍幾十條片咧喺屋企做運動嘅片啦。咁咧片長咧唔會太過長嘅，亦唔會太過短嘅，啱啱好可以插廣告嘅。咁賺多啲嘅技巧咧，咁喺片裏邊咧會插一段廣告啦。比起淨係開頭插廣告咧，咁會多賺咗30%左右噶。其實咧，點解佢呢個咁樣做法係穩陣咧？咁因為咧健身片咧吸引運動啦、品牌啦，咁奶粉公司啊提個廣告啊，咁廣告資源咧亦都係夠多噶。咁另外啦，有位叫做流浪者嘅，流浪者喺生活類咁訂閱都幾理想噶。平台補貼啊，佢有個平台補貼，因為佢喺 Instagram 裏邊咧咁拍短片啦，只要喺單片裏邊咧有幾萬人睇過啦，平台就會俾補貼俾佢噶啦。咁拍啲乜嘢咧？咁主要佢係拍一啲香港屋邨裏邊嘅隱世美食啊、街坊生活啊，咁有啲係生活嘅內容係本地嘅內容。咁大家睇咧都會覺得有共鳴嘅，咁播放嘅量咧亦都好容易達標噶。咁記住啦，咁每個月咧要保持住拍片嗰個頻率，要符合翻平台咧要求先可以有補貼嘅。咁第二啦，就係同本地嘅品牌合作啦。咁其實最啱咧，咁 YouTuber 嚟講咧，即係小型啊、中型 YouTuber 嘅 OK 嘅。咁點樣去合作傾咧？咁最主要啦，揾單嘅渠道咧就有3個嘅，就係講緊品牌自己發私信俾你啦。咁通常訂閱夠1萬咧，都有機會可能收到啲咁嘅私信噶啦。咁本地咧有啲公司係專門幫啲 YouTuber 啦搭路啦，就去揾啲品牌啦，例如有叫 Hong Kong KOL 聯盟社啦，咁會收少少服務費嘅。另外啦 ，YouTube 裏邊咧亦都有群組啦，比如係香港自媒體嘅商單交流群啦，咁冇中介費嘅，咁啱晒訂閱嘅一啲博主嘅，啱啱開始嘅博主嘅。例如係 Facebook 裏邊咧都有群組嘅，比如係香港自媒體商單交流群啦，咁冇中介費嘅，咁啱晒好多 YouTuber 嘅，咁OK 啦。咁開單咁點算咧？參考訂閱人數啦，咁互動率，咁點讚評論咁都可以有分嘅。咁香港行內咧大致嘅都有一定嘅價錢嘅，咁中小博主咧開價符合實際情況就 OK 嘅啦。好似有個例子啊，有個叫 YouTuber 叫香港曲街啦，咁佢美食類嘅，都好多人訂閱嘅，咁同嘉頓裏邊一齊合作啦，咁佢合作係推出一啲新款嘅港式麵包，咁需要教人點樣整啊，整啲麵包有啲咩好味啲啊，呢啲咁嘅產品，咁拍攝做法咧基本上都係拍一條啦，用呢個品牌嘅去做件西多士啦，咁中間咧咁適當展示麵包啊、包裝啊。片尾裏邊咧都有一個特別嘅優惠嘅，咁另外啦，咁仲有啲賺係咩意思咧？除咗基本嘅廣告之餘咧，仲可以透過一啲專屬嘅優惠碼啦，咁賺埋一啲分數，咁基本上可以用你嘅碼咧
買麵包咧係會有平啲嘅，咁啊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嚇。另外頭先有提過有一個叫流浪者，咁啊頭先佢講緊一啲生活類嘅嘢啦，接啲單翻嚟咧，主要係香港街頭嘅細店嘅廣告啊，照去接嘅，例如賣魚蛋啦、列印鋪啦，同埋一啲寵物店啦，門檻好低嘅啫，數量多，吸引翻個商家嘅嚇。咁呢一樣嘢咧都係可以承諾咗3個月裏邊唔剪咧，咁可以有一個長期嘅宣傳咧喺個片裏邊，咁啊即係大家得到一個廣告嘅效果㗎。OK， 咁啊安排時間去剪接啊各樣嘢，咁其實基本上要做一套片咧，都如果呢1個月裏邊做定一個數量，其實都做得幾理想㗎。咁但係好似呢啲咁啦，譬如同一啲公司合作嘅話咧，記住唔好做一啲瘦身藥或者啲美白丸啊，呢一類型嘅廣告咧，香港海關咧會查得好嚴嘅，而且會好容易會因為產品嘅問題咧，引致粉絲投訴啦，搞到自己咧個名聲都有問題㗎，知唔知道？咁啊留意下啦，廣告內容咧一定要標示廣告呢一樣嘢㗎，因為如果你係出廣告，但係中間裏邊冇標示嘅廣告咧，可能會引致到你自己都有問題嘅。咁呢一樣嘢即係留意翻啦。咁啊另外啦，咁啊另外賺錢啦，咁第3啦就喺 YouTube 裏邊咧帶貨賣嘢，咁啊基本上流量咧就基本上變錢可以有升級㗎啦。咁點樣可以搞到帶貨咧？咁要有準備功夫㗎，準備功夫。即係話咧，一開通 YouTube 裏邊嗰個購物頻道功能啦，咁要求翻咧係冇違規啦，同埋訂閱夠1000人嘅，綁定喺香港常用嘅一啲網店平台裏邊，例如係叫 Shoplink 啦，有啲叫 Anymore 嘅一啲平台啦。咁啊揀貨技巧咧，咁香港人經常都中意輕便嘅，本地咧可以送得同埋抵買嘅一啲貨品，咁例如係港式零食啦、屋企用嘅收納用品等等啦，咁都可以啱揀嘅。咁第3啦就係 YouTube 帶貨賣嘢啊，咁呢個咧係流量變錢嘅升級版嚟㗎。咁點樣可以搞帶貨咧？咁基本上咧事前要有一啲準備功夫嘅。開通咗 YouTube 嘅頻道啦，裏邊有一個叫購物功能嘅，要求呢個頻道冇違規啦，同埋訂閱夠1000人咁就 OK 啦。講埋香港常用嘅一個網上平台啦，購物平台啦，例如 Shoplink 啊、Anymore 啊嗰啲都可以嘅。咁咧留意下啦，個揀貨技巧咧，香港人咧中意輕便啦，本地可以送得嘅，咁啊抵買嘅一啲貨品嘅。咁啊例如港式零食啦，屋企用嘅一啲收納用品都 OK 嘅。咁啊咁點樣連接翻呢個同推咧？咁喺片裏邊咧描述翻裏邊嘅商品嘅連接啦，咁裏邊可能會有一啲 link 啦，直接喺個畫面嘅右下方咧就擺個購物車啦標示啦，開口講想買嘅朋友咧就喺下邊連結啦，咁裏邊會有一個網頁啦，咁網址啦，今日訂咧聽日就到噶啦。咁點樣賺錢咧？咁按商品賣出嘅總額抽佣金嘅，咁唔同嘅貨品咧抽嘅唔同嘅，咁電子產品咧比日常用品咧抽得比較多少少嘅。咁啊實例可以話你知啊，例如有叫 Anyone 嘅一個主要係一啲動畫賣動畫嘅一個 YouTuber 啦，咁佢連成埋呢個 Anymore 頭先講嘅平台啦，直接喺嗰個播放嘅安排咧，每一次嘅開直播嗰陣時咧，漫畫裏邊咧都會有幾個嘅一啲連結咧，可以連結翻可以購物嘅。咁啊點樣賣多啲咧？咁直播嘅片裏邊咧有限量手版啦，例如直播嘅係搞可以買多幾多就可以減多啲嘅，咁大家咧自然就買多好多噶啦。咁啊好似呢啲咁都有好處喺度嘅。帶貨直播咧會俾一啲 YouTuber 一啲好多推薦係做呢一樣嘢，因為咧比一般咧我哋做片咧其實賺嘅片會賺多好多噶。例如我哋都有一個資歷，譬如梁子珊啦，有個叫 Kenny 噶，咁佢連同埋呢個香港萬事屋啊，咁佢亦都係佢揀嘅貨咧，主要佢都係推翻香港家居嘅一啲用品比較多，例如晾衫架啊，嚟一啲茶餐廳嘅一啲用具啊，咁啊貼近翻香港人嘅生活嘅。咁就直播咧，其實佢有個互動啊，實際可以測試到嗰個即係產品係點嘅情況啊。咁如果要搞直播咧，其實點樣可以互動得多啲，會靚仔啲咧？咁或者好頭先所講啦，如果你用家具用品嘅，可以實際喺直播裏邊測試家具用品，
例如啲晾衫架可以掛幾多件啊，比如個產品好唔好啊，點樣去令人信服啲。其實個感覺咧會俾人即係買多好多㗎，啲人會睇完你之後。另外啦，就係講緊個物流係好重要嘅，同喺香港本地咧快遞合作，確保嗰個訂單咧訂咗之後咧，佢一定必定係即係會好快送到啦。咁啊好，因為時間問題，減少啲人會退訂啊、退單啊。好啦，其次啦就係第四個付款內容或者會員嘅一個賺錢方法啦。咁呢兩種方法咧，可以話俾大家知嘅。咁咧講緊係訂閱嘅一個專區啦 ，YouTube 會員啦。我諗有時我哋睇 YouTube 都會知道訂閱啦。咁 YouTube 會員咧，基本上係要先通過 YouTube 嘅一個合作計劃先可以即係做得到呢個開到嘅，即係你要定咗個額先可以做得到噶嘛。當次價錢係固定嘅，咁着數有專區嘅頭像嘅一個徽號嘅。咁啊，會員咧可以留言俾一啲區域啦，可以一啲特權嘅。另外啦，就係話有啲叫我哋做咗一啲除咗會員之外咧，仲可以做一啲線上嘅課程或者工作坊啦。咁啊，製作嘅步驟咧，主要係揀翻香港人咧有興趣嘅一啲話題啊，例如係煮嘢食啊、剪接啊、講英文啊，咁你可以用唔同嘅軟件做啲片出嚟，咁啊擺喺一個香港常用嘅平台。如果你話培訓嚟講，通常都用有一個叫Teachable 啊，去做翻嘅。咁啊，透過 YouTube 去引流俾啲客人咧，去嗰度咧，可以直接係買嗰個課堂嘅。咁啊，收錢嘅好方法，咁啊最好啦。因為一次過收錢咧，香港人都唔中意長期俾人擋住嘅。咁呢一樣嘢其實都其實幾受歡迎嘅呢一樣嘢。例如有個實例話俾大家知啊，有個叫職人吹水啊，咁啊講財經嘅，講財經嘅。咁佢嘅會員咧，佢係有個特別設計嘅。例如佢檔次咧，相對係低啲嘅會員啦，佢可以分享一啲分析報告啦。中檔次咧就可以一啲互動交流啊。咁啊，甚至高檔次咧，甚至去到一問一答啦。咁啊，覆蓋咗好多粉絲嘅一啲需要嘅嚇。咁其實點樣去累積翻個會員咧？咁基本上開頭咧都會初期都會免費送好多短期內容俾大家睇嘅。好似上 YouTube 咁啦，咁慢慢咧就其實都會勸佢慢慢去變付費會員啊，逐步可以睇多啲啊，逐步去累積多會員嘅。咁啊呢啲佢基本上咧每個月咧都會準時更新個會員內容啦，保持翻個服務穩定，先至可以令到會員願意繼續付費嘅。咁咪真係有可能會退㗎嚇。咁啊另外啦，頭先講嘅一啲線上課程，例如我哋都認知嘅 Coffee 啦，咁佢做瑜伽㗎嘛，一啲健身類型嘅。咁主要咧，佢就係賣線上課程嘅，課程內容咧設計為一啲短程嘅一啲挑戰課程啦，分步咁教法啦，例如瘦腰啦、瘦腿啦，仲即係會送一啲港式低卡嘅一啲食譜嘅，咁好貼近翻個用戶嘅需要嘅，好貼近嘅。咁就咁點樣推廣咧？咁免費俾大家睇一部分嘅一啲課程，比如一部分嘅瘦腰課程啦，展示翻個核心個練習方式啦。吸引佢咧繼續買整個完整嘅一個版本啊！咁點解會好賣咧？咁因為課程咧基本上時間靈活啦，佢係朝頭早就得，夜晚得，自己啱就 OK 噶啦。而且價錢咧大家接受到，咁啊本身 YouTuber 本身咧口碑好啦，大家會信佢嘅。咁呢一樣嘢其實好好啊，做得到呢一樣嘢。咁啊第五樣賺錢咧就係咩咧？做一啲叫線下活動同埋一啲周邊產品啊！都呢個通常都係即係佢自己 IP 變現嘅一個好方法嚟嘅。咁啊兩種玩法啦，咁係咩咧？咁粉絲見面會，咁啊例如一啲工作坊咁啦嚇。籌備嘅步驟主要就係揀一啲香港常用一啲場地，例如朗豪坊又好啦，有啲又一城嘅商場或者灣仔會展。當然你可以揀一啲我哋一啲培訓室咧都可以嘅。咁啊定咗個門票之後咧，咁啊透過有啲叫賣飛平台啦。賣俾啲一啲觀眾嘅，咁啊現場安排呢一啲互動嘅環節，賣周邊嘅產品。咁點樣賺錢咧？第一就係門票收費啦，而且咧就喺現場賣啲周邊產品啦。周邊產品賺嘅錢咧，其實最主要仲多。主要嚟講咧，都係呢一類型嘅 YouTuber 嘅主要收入來源嚟嘅。OK， 除此之外啦，仲可以將你本身你嘅 IP 授權啊，授權咧其實同一啲本地一啲公司啦，例如一啲潮嘅牌子文具店，咁啊定好翻用你 IP 做啲乜嘢嘅一啲產品，例如係
T 恤啦，用有你名稱嘅一啲產品啦。咁到時咧分翻個比例咧，就即係會額外會同你慢慢傾翻呢一樣嘢嘅。除此之外，有你唔中意同人合作，亦都可以自創一啲品牌，用你 IP 去自創品牌，例如揾一啲本地嘅一啲廠家啦。咁啊，其實好多地方啦，嚟觀塘啦，咁啊做一啲 T 恤啦。有人甚至會而家做緊一啲叫月餅啊，咁都用自己 IP 嘅。咁透過 7-Eleven 呢啲公司咧，咁啊做翻一啲寄賣，咁啊擴大翻嗰個買賣渠道嘅。咁呢一樣嘢。咁例如有個叫頭先講咧，有叫見面會嗰啲咧，咁亦都有個實例，有叫 Game Effect 啦，咁啊講緊遊戲嘅。咁活動安排咧，咁佢之前都試過又喺朗豪坊咧做過一次見面會啦。咁啊喺個即係做緊一個少少工作坊，亦都收門票，亦都有賣自己嘅一啲周邊產品嘅。咁喺現場裏邊究竟點搞咧？咁佢就喺現場裏邊設咗一啲遊戲體驗區啦。簽名嘅一啲環節啦，同時都有做賣自己設計嘅一啲周邊產品，例如 T 恤啦，同埋一啲滑鼠滑鼠墊啊。咁啊即係現場嘅錢係其實賺得好多噶。咁啊點樣吸引人哋參加咧？咁基本上咧活動前咧就發好多短片講及有關呢個同呢個 YouTuber 嘅一齊可以打機啊，可以提高翻嗰啲嘅人嘅參與度啊。咁呢啲咧就其實都有啲分別嘅嗰個歡迎程度。OK，除此之外啦，就介紹下一啲本地品牌嘅分成啊。嗱，我哋頭先賺錢有好多啦，我哋喺片裏邊介紹一啲本地嘅品牌，例如係啲乜嘢咧？咁集中喺香港嘅一啲我哋常用嘅服務啦，例如係咩咧？例如有啲叫地產啦、中原地產啦、美聯啦，或者一啲叫寵物美容啦嚇。咁好多個地方都有嘅，例如裝修啦。例如一啲叫做旅行社啦，咁都有呢一啲咧，就可以做一個合作嘅方式嘅。咁啊，同埋喺呢個服務協商嘅議定嚟講咧，都係提供翻專屬聯絡嘅方法。例如下邊有一個叫做二維碼，咁啊專屬於你嘅二維碼，透過你二維碼咧，去到嗰個網址嗰度可以訂貨啦，申請服務啊，各樣嘢咧，咁係都可以做到呢一個分成嘅。咁點樣計咧？咁通常服務類型咧都揾翻即係每一單咁去計算嘅，例如裝修啦，一啲寵物啦，或者都可以做一張每單做一個咁嘅分成嘅嚇。例如現時做緊有邊公司咧，有叫香港樓市指南，咁佢基本上就同中原地產咧做呢個合作嘅。咁喺裏邊佢拍啲乜嘢咧？主要係拍香港港九新界上車盤，例如元朗、天水圍咁啊詳情咧，咁啊個詳情咧講翻樓盤個市況好唔好啦，譬如近唔近地鐵啦，周邊有咩超級市場啦，咁啊中介裏邊咧就可能會更加客觀啦，咁啊推介俾個中介，咁啊裏邊咧都有留專屬嘅一啲經紀電話啦，註明翻個博主嘅折扣優惠啦，可能係佣金啊各樣嘢嘅折扣啦，咁啊都可以即係做得到一個咁樣嘅效果㗎。點解成交會多咧？咁主要係針對翻嗰啲上車客啦，例如我哋一啲叫預算即係中等嘅人士啦，咁內容貼合翻佢哋嘅需求，咁啊大家都會信你，咁成交穩定嘅話咧，咁都會其實幾理想嘅。又例如咧，有叫香港無鞋日記啦，咁講緊寵物嘅南區寵物美容店嚟嘅，拍啲乜嘢咧？成日帶自己隻狗咧就去美容院度體驗啦，例如沖涼啊、剪毛啊咁樣。咁啊好真實嘅，咁啊喺片尾裏邊咧，咁 YouTuber 咧都會講有啲嘅折扣啊，或者同佢講自己嘅自己嘅分成分幾多，咁透明度都會大增嘅，咁其實講埋都冇所謂嘅。咁啊留意翻啊，咁啊如果我哋真係要介紹服務嗰啲，一定要留意翻嗰間公司本身嘅口碑，咁啊同埋自己都要嘥啲時間喺香港消費者委員會裏邊嘅網站裏邊咧，睇下會唔會有好多投訴嘅一啲記錄嘅。記住唔好推介一啲黑中介啊、黑店啊，咁基本上對粉絲對你咧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折扣噶。咁留意翻啦，其實點先算係真係算係收到錢嘅成交咧？咁啊記住留意翻啦，至於做買賣嚟講咧，要同佢傾翻做樓咧係究竟係簽買賣合約啊，定係臨時買賣合約要俾錢嘅啦。OK， 咁呢樣會講清楚嘅。咁啊仲有啲揾錢嘅方法咧，叫聯盟營銷嘅，咁啊都係其中一個被動嘅收入嚟嘅。咁啊其實都係主要係賺嗰個佣金嘅，咁就揀嗰個聯盟嘅平台啦。咁啊有平台即係你要自己揀翻啱啦。
例如我哋要幫 Klook 買飛嘅，買門票嘅，咁啊有個體驗活動，從中裏邊抽成啦。咁當然佢可能會有個二維碼，或者俾條專屬嘅 link 俾你，咁啊去入去裏邊買嘢。例如咧，佢哋有啲叫 Agoda 訂酒店啦，咁啊佢都會分成到嘅。要做到呢一樣咧，一定要有個聯盟嘅連接口嘅，咁啊開平台嘅戶口啦，咁啊連接你所需嘅貨品啦，咁啊生成翻專屬嘅連結，咁啊有追蹤碼，知道邊個用戶係用邊個用咗買咗咁樣嘅。咁啊點樣推廣咧？喺 YouTube 片裏邊咧描述翻加呢個連結口講，咁啊想買嘅朋友記得留意喺下邊裏面點咧就會有優惠噶啦。咁都有啲實際例子嘅，咁例如有個叫香港玩樂日記啦，咁佢都係旅遊類嘅，咁啊同呢個 Klook 咁啊連成翻呢個迪士尼嘅門票，咁就拍迪士尼裏邊咧，基本上一日去玩嘅攻略啦，包括翻必定要玩嘅項目啦，隱藏嘅美食啦，咁啊吸引翻嗰啲客人嘅嚇，咁啊佢強調咧喺呢個平台裏邊訂門票咧一定係平嘅。引導翻嗰啲客戶咧去追蹤翻呢個連結，去即係做呢個點擊。好啦，跟住咧就最尾一樣同大家分享嘅啦，就係賣工具模板啊。咁有時你睇 YouTube 都會見到嘅，有啲 YouTuber 咧喺度講緊係講緊一啲我哋叫譬如自媒體啦，做嘅工具啦，譬如剪接工具啦、拍攝工具啦，一啲模板嘅工具啦，一啲IG 貼紙嘅一啲啦。例如有個叫 Canva 嘅一啲啦，例如有叫 PR 嘅濾鏡啦，咁呢一類型嘅咧都可以做一個即係揾錢嘅工具，介紹翻俾啲客人，可能你需要嘅一啲軟件平台啦，介紹佢去由你嘅去頻道度咧去購買，就會有一個優惠嘅。通常呢一類型嘅一啲通常呢一類型嘅 YouTuber 咧，都會以翻嗰個專業嘅軟件啦，即係做出一啲效果，例如可以例如用我頭先所講一啲軟件製作嘅一啲譬如一啲我哋叫 YouTube 縮圖，喺改之前同改之後，咁中間裏邊咧可能唔需要好長㗎，可能拍1分鐘咁已經有個咁嘅效果㗎啦。咁點樣推廣法咧？咁其實喺 YouTube 咧免費展示模板個效果，咁啊例如喺封面啦，改咗之前同之後嗰個對比會係點樣啦？咁啊開口引導嗰個客戶咧，佢可以即係直接打你嗰個連結咧，就可以直接買嘅。OK， 咁好啦，今日咧介紹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大家咧記得留言俾我，睇下大家想學啲乜嘢。咁啊，俾個 like 我啦，可以俾啲力量我啊嘛。咁啊，你哋肯撳一粒掣開始去拍第一套片咧，可能已經成功咗一大半噶啦。咁希望咧大家繼續努力，好冇？下次再見，拜拜。